套系統由智慧主機同埋分體式台燈組成，透過硬件層、軟件層協同運作。你好，小智。你好啊，有咩可以幫到你？幫我開開燈啊！燈開咗啦。好啊，將燈嘅亮度調到25%。亮度調到25%啦。算啦，都係有少少殘眼，關咗佢啦。好嚟，燈關咗啦。喺硬體層，智慧助理使用 ESP32S3 作為主控 ，INMP441 嘅咪收集使用者嘅語音 ，HD517 功放模組驅動喇叭輸出語音回覆。分體式台燈就係使用 ESP32 開發版作為主控 ，LED 燈板作為照明元件，並由鋰電池供電。今日天氣點啊？深圳今日陰天，氣溫28度，感覺至30度，南風3級，濕度91度。哦，今日有冇發生咩新聞啊？今日熱文主要講緊文化同埋自然遺產保護嘅工作。喺總書記嘅關切下，我國喺保護文物方面取得咗好大嘅成就。軟件方面，會根據目前狀態判斷是否正在待機、聆聽、處理語音、播放回覆，或是控制外部設備。使用者的語音會先經過 STT 轉成文字，再由 LLM 理解與生成回答，最後通過 TTS 轉回語音播放。幫我播放《海闊天空》。好嘅，等我播 Beyond 嘅《海闊天空》俾你聽。播緊啦 ，Beyond 嘅《海闊天空》經典歌曲。通過小智嘅 MCP 功能 ，LLM 不只可以回答問題，仲可以呼叫工具完成任務，例如網絡搜尋、Spotify 點歌，以及透過 MQTT 控制台燈。未來亦都可以擴展更加多嘅智能家居功能。目前我哋正在開發鬧鐘及提醒功能。未來呢套系統可以從一盞台燈擴展成完整嘅智慧家庭控制入口。